咱即时来敬拜，准备心来敬拜，请奏乐。之水会上耶和华的山，之水会伫伊的圣的所在，就是手清气、尊心无误无假、咒抓无囥工贵的人。这号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，搁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伊。咱即时来吟圣诗第303首。请兄弟起立。
咱犹原徛咧，用数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岛入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。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兄弟请坐。这是咱来启应文第53篇，也是弥迦书第6章。我着带心意就近上主。来敬拜至尊的上帝，兼着用烧化祭，也是满血的牛仔来就近伊。上主兼会欢喜，清清食公的羊，也是慢慢调起的油。我兼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，为着我的罪恶献家己所生的囝。人啊！伊有指示你，什么是好？上主要求你的就是，要实行公义、心存慈爱、谦卑，甲你的上帝做伙行。咱这时下头三角来感谢祈祷，听堂的天父上帝，愿感谢而落你，你垂恳。你的圣囝耶稣基督降临到阮世间，为着阮人的罪来钉死十字架顶。既然信伊的人，阮就要得到救赎、救恩，互阮有份成做上主你的囝儿，来享受天顶永远的福分。阮献上阮的感谢，主啊！阮知你是创造主。你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的主。我毋知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遮尔大的流行是甚么意义，总是我毋知你有特别的旨意，要来经过阮，互阮递到全世界，甲最近台湾这疫情来。充满陆续这个有人性命的死失经济受到损害，人的心也充满着惊吓。求你来怜悯医治，互疫情也能紧紧来解除，病毒来消失，恢复阮原来生活的秩序。我确信，这件事望宽的主有你美好的旨意，互阮会当谦卑顺服来伫你的脚下。主啊，求你看守阮桃园教会，带领吴富林牧师来到阮中间。伊是你所竞选忠心的奴仆，会当照主你的心意。来牧养桃园教会，成做一个有听、有见证的教会，互阮会当遵守你的教示。你就要互阮教阮三角地咧，到永世大无尽。主啊，求你赏赐今仔日，你只是牧师的聪明智慧开力，将你的话语来教示阮。来刺察阮的心，了解你对阮要讲的话，互你的话成做阮日常的帮衬，互咱遵探你的话来行。
主啊，虽然阮袂当彼此相见面，来到教会敬拜你，总是阮透过网络的线顶的礼拜，阮用心灵甲诚实的心来敬拜学罗你。愿主你来接纳，阮谦卑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做伙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阿摩司书5章21节到27节，甲马可福音第2章23节到27节，和合本107页40页，汉语本1014页41页。现着我来读，我厌恶看见恁的节期，也无欢喜恁的严肃会。恁虽然献烧祭，甲恁的素祭互我也无欢喜。恁献肥的精生做谢恩祭，我也无要感纳。就互恁唱歌的声离开我，因为恁弹琴的调，我无要听。独就互公平亲像大水直流，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河。以色列家啊，恁伫旷野40年，有用祭祀甲礼物献互我无？恁跟恁的王西屈甲恁的上基物，就是恁的上帝的请，为着本身所做的。所以我要互恁受掠到大马色的外面。这是耶和华讲的，伊的名是万军的上帝。咱继续来看第2段的圣经，马可福音第2章23到27节。耶稣伫安息日对卖园经过，伊学生行路的时，跌未遂。法利赛人甲伊讲：你看，因伫安息日行所应允所行的是怎样？耶稣甲因讲：大逼甲军队的人，当欠过过夭饿的时所行的，恁无读着吗？就是当阿比阿他做祭司头的时，伊有怎样入上帝的厝，食败裂的饼，撒互军队伊的人？这套饼若毋是祭司，就袂通食。佮甲因讲，安息日为着人来设立，毋是人为着安息日。所以，因主也是安息日的主。愿主祝福听伊话过去行的人。正道，咱今仔请李志成牧师，伊要正道题目是上帝看做欢喜的代志。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，公义甲慈爱的上帝，你所拣选的百姓，阮虽然伫无共所在，总是祝阮伫共即个时间，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要来领受主你的启示，求主圣神降临，进入阮的内心，互阮心柔软，通清楚知主你圣的旨意。祈祷恳求是奉靠救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主来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咱的圣经内底，对旧约到新约，有一个假释，就是咱着爱好款待出外人，也是讲爱好款待外邦人。伫遮我先分享3个女性的故事。
第一个女性的故事，伊对越南来，伊经过人工介绍公司的介绍来台湾做家庭帮佣的工作。有一天，因为身体无爽快，公司派人甲即个请伊的人讲要接伊去病院，结果后来即个女性全无去。了后有一天，一个神父接到即个女性的电话喊救命，才知影讲即个介绍公司甲伊软禁，而且要用欠工的名义扣伊的钱。第二个女性对柬埔寨来，本来就是讲伊来台湾是和人结婚，然后要开始人生另外一个阶段。结果想袂到，即个新婚的丈夫竟然是即个人蛇集团找来的人头，到台湾就互人送去酒店接客。若无愿意，就受到鞭拍，然后所有的收入拢去互即个集团的人摕去。逐天的生活过了极黑暗，阁悲惨。有一天找到一个机会逃走，去甲警方报案，才结束即个恐怖的面貌。第三个女性，同款是对1年来，同款是来台湾做家庭帮佣的工作，本来就是照顾厝邻的老大人就好，想袂到，竟然是爱负责一家口24点钟所有的工作，甚至拢总无休困的时间，嘛不准伊和伊同乡的人讲话。有时阵，厝邻的查甫主人，阁会对伊骹来手来，然后女主人看袂惯势，嘛会对伊动骹动手。总算挡袂牢，逃走，结果去互警方抓到，要甲伊送转去，阁爱伊赔钱。对国外来，对东南亚来帮衬咱台湾的遮的移工，遮的故事，我想咱拢无生分。伫过去，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，咱拢会看到类似的故事。遮的故事其实和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有真大的关系。大先，咱先来看阿摩斯的部分。阿摩斯第1章，伊有互咱一个真明确的历史背景。第1章则写讲，就是伫犹大王乌西亚年间，以色列王约哈的囝亚罗波安的年间，地动以前2年。照这个时间推算，阿摩斯书所写作的时间，通讲是对大笔的王朝以来，以色列因分裂做北以色列以及南犹大这2个国家以来，北国上界强盛的时期。伫经济方面，拄啊亲像股票市场看好未来，一路转红。伫军事的方面，亚罗波安伊收回真侪过去失去的土地。伫政治的方面，亚罗波安伊嘛有真好政治的手段。但是，当所有的人拢咧称赞亚罗波安的时阵，先知阿摩斯却伫第8章的所在讲起以色列的结局。圣经记载讲，我要互恁的这期变做悲哀，歌曲变做哀歌。
要互众人摇下抹布，头壳无半支毛，搁互因悲哀亲像死孤生的囝，到尾亲像痛苦的日一样。为什么阿摩斯会安尼讲？因为这个先知伊知影讲，判断一个国家也是民族的未来，并毋是对经济、军事，也是政治的强，也是弱来看，是爱对信仰的角度来看。一个国家的未来强也是弱，决定性的因素是在伫人是毋是有遵守上帝的教示，是毋是有做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？对经文来看，伫第21节讲起，我厌恶看轻恁的节期，嘛无欢喜恁的严肃会。伫希伯来文内底，即个厌恶所使用的字，有讨厌甲要切断关系的意思。拄啊，亲像父母甲囝儿切断亲子关系同款。另外，提起严肃会，即个严肃会规定，伫利未记23章36节有记载讲，严肃会拢毋通做啥物苦工。若讲着毋通做苦工，咱会想到安息日。安息日的规定嘛是毋通做工，总是安息日的精神，咱爱先来看新约耶稣安怎教导。伫马可福音2章27节记载讲，安息日为着人来设立，毋是人为着安息日，所以人主也是安息日的主。这是因为耶稣和伊的学生伫安息日对面园经过。伊的学生有去满遮的麦穗来食，然后严格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就质问耶稣讲：你看，因伫安息日行所无应该行的是怎样？其实安息日毋通做工的即个规定，律法并毋是规定了真严格，总是法利赛人因真爱用严格的方式来解说即个安息日。本来挽麦穗、摘麦穗来食，伫《申命记》23章15节遐有记载讲，这是为着要保护妖魔的出外人，因有一个权力是会当去摘麦穗来食。总是袂通用镰刀来割。这个律法的规定，动机是出对疼，是为着要互出外人袂抵到枵死伫旷野。总是法利赛人将这个学生因的动作解说做收割，动机变作是一般的工作，失去律法疼的意义。意思就是，法利赛人因对律法背后的迄个疼是无兴趣，因所关心的甲单规则、甲秩序，无考虑到即款的解说会造成什么效果。另外，耶稣回答讲，大笔的事迹，主要是因为法利赛人因知影大笔的权威真悬，因无法度否认。第二，马可嘛用大笔的身份来暗示讲，耶稣君王的身份比大笔搁较悬。根据旧约撒母耳记上卷21章遐的记载。大笔迄个时阵，当咧走互即个扫罗约，因为扫罗要杀伊的命。
总是大笔伫迄个时阵，伊甲伊军队伊的人走入去圣殿内底去食，即个圣殿内底，干那祭司会通食的饼。所以根据旧约的记载，大笔才是明确违反律法的人。耶稣用这段来甲法利赛人讲，保存性命比遵守律法搁较有价值。耶稣直接讲，安息日是为着人设的，是因为伫当时，大概伫耶稣出世180年前，有一群法利赛人的前辈，因真坚持讲，就算丧失性命，嘛爱遵守这个律法，特别是安息日甲节礼。但是耶稣并无同意这款的讲法。耶稣认为律法是为着帮助人得救才来设立，所以律法的系统应该是用人做考虑，毋是颠倒变用维持律法做第一要紧。马克嘛借着这来解说讲，基督教信仰甲犹太教的信仰中间会无共款。安息日的概念是咧教示人爱积极敬拜上帝，而且用听来回应上帝的听。所以信仰内底上介重要的，并毋是消极来闪避，莫去违反上帝的旨意，反倒是爱积极追求上帝的旨意，然后主动来遵守诫命。所以马可见证，人主是安息日的主，在甲咱讲，耶稣带来的是真正的信仰。耶稣顺叹到底死，教示咱信仰的精髓，毋是消极去闪避一寡代志，甚至互咱家己沉迷伫这个宗教仪式的中间。反倒是爱主动追求上帝的旨意，嘛爱积极实行上帝的诫命。咱搁转来阿摩司书来看，当咱讲到严肃会的时阵，咱会通想象，伊可能是一场大型的礼拜，也是敬拜俄勒的特会，甚至是持续一礼拜教会盛大的活动，伫迄个中间有献烧祭、有献素祭以及感恩的祭。亲像这款的严肃会，伊所需要开的费用非常的多。总是咱一开始有讲到，迄个时阵北以色列国是非常的富裕，所以宗教活动嘛是闹热滚滚，总是伫这个真好野的国家内底，犹原有一群人受剥削、受冤屈、受压迫。这个人有丧凶人，有破病的，有欠债受卖做奴隶的，也就是讲，伫富裕的社会中间，有一群人因无权敬拜上帝，甚至连圣殿嘛袂当瓦群。所以先知阿摩司甲以色列百姓讲：若无实行社会公义，一切的敬拜、讹勒、献祭，拢无路用。上帝无欢喜听到这款的声音。当社会公义无受到注重的时，上帝耳孔内所听见的，是受压迫的人喊话的声。上帝伫这款情景中间嘛，袂接纳人的敬拜。
因为热情的宗教心，若是无对关心社会公义开始，宗教只不过是甲人甲上帝哪隔哪远。接续落去25节到27节的部分，圣经的作者认为讲，只有拜偶像，才会对社会不义的代志冷淡，才会只有关心家己的代志。这是因为偶像袂去管人的生活，也是生命的痛苦。当一个人用心灵甲诚实在敬拜上帝的时，会主动去追求遵守上帝的旨意，实践社会公义的生活。对送向人、困苦的人，会较深、较侪关心甲照顾。所以，伫咱生活的中间，特别是即届的疫情的中间，是安怎会一直呼吁，讲毋通搁去掠遐的所谓逃走的劳工，反倒是爱，互因主动好胆来检查，搭袂成做防疫的破口。毋知咱敢捌想过一项代志，是安怎被皮肤金头毛的要换头路，袂用刀走来甲伊形容，伊会当对这间补习班换去迄间补习班。但是黄色的皮肤、黑色的皮肤、黑色的头毛的，偏偏是来台湾互人请做劳工的，伊要换头路，就爱经过一层搁一层的关卡。是安怎伊想要换头路？煞去互遮的报纸也是新闻报讲伊是逃走。咱必须爱反省，咱敢有真实照上帝所欢喜的代志咧行？过去寒假，伫阮去带营会，伫我的小组，我有问遮个学生一个问题，我问因讲：假使即个世间所有的人拢接受洗礼，拢成做有名分的基督徒，恁感觉即个世间敢会较好？结果因甲我应讲袂吼。其实根据犹太人的传统，因认为上帝的日来临的时，就是万国万民拢受以色列统治。伫咱这个时代，有一寡基督徒认为，上帝的日来临的时，就是万国万民拢受教会统治。其实，咱只要回想人类的历史，当基督教会政治权力上强的时阵，却是人类的历史内底上黑暗的时阵。咱是毋是有时阵会将上帝救恩关伫咱本身的宗教内底，甚至关伫咱家己的教派内底？这款的想法值得咱反省。我并毋是咧讲咱毋通招人进入教会，嘛毋是咧讲毋通阁继续参加主日礼拜，毋是。我要问的是，福音的本质是啥物？咱做主日礼拜，咱奉献，咱服侍，是为着无爱互上帝刑罚吗？也是因为咱要回应上帝对咱的疼？
咱必须爱反省，咱关心的是啥物代志？咱为着人数的增长，咱所做的，敢有下伫上帝的旨意？假使咱已经将宗教生活，也是讲信仰的生活，敢若限制伫主日礼拜、做礼拜、参加团契聚会、参加特会、大声敬拜而乐，然后亲像有一句话讲：信耶稣赚大钱、起大厝、入天堂，其他无我的代志。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吗？伫即摆疫情的中间，咱取消济活动，咱安怎样去使用咱平常时聚会的时间？咱是毋是会通伫即个时间的中间，咱互咱家己安静，进入祈祷，来甲上帝对话，来听耶稣对你讲话，对我讲话。咱互耶稣真实进入咱的生命内底，和咱对话，听见伊所爱咱做的是啥？伫圣经内底，甲咱讲，上帝所欢喜的，是独着互公平，亲像大水直直流；互公义，亲像长流的江河。愿咱会通领受对主来的听，然后咱会通用咱的生命来行出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怜悯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恳求你搁一摆怜悯赦免阮的罪过。因为拍算阮无够真心、真诚、真意、真力来听你，无听厝边亲像家己，甚至阮连要安怎样听家己，阮都袂晓。伫阮家己的内在，就有真多的矛盾甲冲突。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领受到，是主你大声听阮，阮才知怎样听你。也恳求你，赏赐阮气力、勇气甲智慧，帮助阮敲找你的旨意，帮助阮传福音互所乡人，甲受你爱的人讲，因会得到透放；甲青面的讲，因会得到高光。帮助阮透放受压制的人。我安尼祈祷恳求，是我靠透放阮的主基督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这是咱来吟圣诗第300首，愿真感谢你，至诚仁爱。请兄弟起立，念全首。
写遐济较济，这是来报告。咱报告大生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。独独着互公平，亲像大水直直流；互公义，亲像长流的江河。做伙来读。独独着互公平，亲像大水直直流；互公义，亲像长流的江河。阿摩斯书5:24节。独独着互公平，亲像大水直直流；互公义，亲像长流的江河。阿摩斯书5:24节，咱继续看周报的第1页。这个本周个下周的聚会，咱请家己来看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教育部的课程，周间的聚会、小组的聚会，咱家己来看。有一部分。是用线顶的读经分享。咱继续来看第3页，教会小组代祷，咱请家己来关心代祷。第4页，主日奉献，这个明细有错误，请向中级来更正。因为无参加实体关会的关系，所以尽量用这个信用卡，咱只信用卡来奉献，免抵到教会的一寡收支影响。第5页消息报告，本主日欢迎新德大专中心李志成牧师到本会来证道，请为牧者出入平安来代祷。下主日6月份10月的中节长老是余志平，这时是拜六戴建成，礼拜是穆桂英。第2。目前因为国内疫情由原真严峻避免这个群聚的感染。6月初6的事工协调会取消。对这个下半年大行事历，伫教会的事工群组来播出，请同工来做伙来看若有错误也是无妥当的所在，一礼拜来向办公室来提出修正。过期，咱就对7月初开始，照行事律来执行。第3，6月份中执会无以实体来开会，正做书面的报告，请各部从5月份事工的执行成果甲事工计划，予办公室伫迄个中正的群组来知影。第4，第893次小会照常召开，讨论牧师就任的感恩礼拜，甲相关的事宜，请各位小会员6月初6上午11:40伫701会议室来召开，请大家参会。小会消息，第1，咱这个目前疫情升温，照中央防疫中心的指示市政府的指示，咱疫情提升到第3级啦境界提升到第3级警戒对本周开始到6月14就避免这个群聚，宣布停止实体礼拜包括青年礼拜，线顶的礼拜照常来举行，请会友一定要遵守下面的防疫规范。会当互身体健康下面6条的防疫规范，请咱家己来看这大家有特别讲，就种停止室内5人，室外10人以上的家庭甲社交的聚会。这个5人就包括5人所以实际上这个聚会小组做伙群体，就是4个4个意思这咱大家小可知影者，尽量避免这个群组为咱顾咱的身体健康具体消息，本会送丹玉秀芳姊妹送水前的妈妈6月初4拜5上午9点半伫桃园区的殡仪馆
来举行安息追思礼拜，因为疫情警戒第3级，人数有限制吼，请关心大岛啦，吼都会使吼，免过去到遐吼，来安慰遗孀。教会消息，这2021全教会圣经速读吼，一年以来要读完规本的圣经啦吼，伫今年4月到明年3月底吼，读经进度，今仔5月30是到撒母耳记上卷第4章吼，请咱家己来看吼。这后壁有一寡迄个聚会公告吼，主日礼拜、青年礼拜、儿童主日学，这咱大家爱知影吼，真正疫情真正真严峻啦吼，所以大家当遵守这个规范。以上报告，请咱团队来补充报告。请李牧师补充一下吼，就是咱的迄个物资其实是有够吼，所以毋免抢物资啦吼。迄个要去买物件的时阵，一个原则，看到人济紧闪，毋好入去买。吼，看到人济就莫入去啦，吼，无遐赶紧买啦，吼，人较少的时阵较去买就好啊。多谢李牧师补充吼，疫情吼，是预防啊，请听完团队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真欢迎吼，嘛真感谢李正新牧师来到阮中间分享来上帝的话语，互咱搁较了解上帝所感来的代志是啥物。团队伫遮，代表咱同教会搁一届来感谢李牧师。好，以上报告。做伙来上映第290首《阳光归主》，请兄弟起立。阳光归主，阳光归主，阳光之光上帝。阳光归主，阳光归主，阳光之光上帝。阳光归上帝到永远，阳光归上帝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但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转灵上帝的慈悲疼痛，圣神的扶持引带，保守咱出入拢有主所授予的平安。也使咱快乐行伫上帝的旨意中间，对这事直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电乐别岛。互相行平安礼。